美國銀行星期二突然對特斯拉痛下狠手，直接將目標價從490美元砍到380美元，簡直就好似係判咗特斯拉股價一個腰斬緩刑。仲更加刺激嘅係，美銀分析師直接出北美生產面臨核彈級風險嘅警告，呢究竟係咩一回事啊？呢件事要從特朗普政府突然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加徵25%關稅講起。要知特斯拉喺北美的工廠就好似砌樂高咁，墨西哥生產嘅座椅，加拿大嘅電池組件零件可能要開境6次先可以組裝成一部車。而家關稅一加，成本直接飆升25%。分析師甚至揚言呢有可能引發比新冠疫情更嚴重嘅供應衝擊。你以為咁就完啦？歐洲嗰邊仲慘，特斯拉2月份喺德國嘅銷量暴跌76%， Model Y 直接俾大眾按喺地上摩擦。仲更加要命嘅係馬斯克經常插手歐洲政治，而家歐洲都開始抵制特斯拉啦。至於特斯拉自己呢，原本講好嘅2.5萬美元低價車型一拖再拖，而家連個影都冇見到，反而係馬斯克日日喺社交媒體上畫大餅。一會兒講自動駕駛出租車，一會兒又講拆箱式生產，但市場根本唔買賬。今年股價已經暴跌35%，連董事長都喺瘋狂減持套現。而家嘅特斯拉就好似喺鋼絲上跳舞咁，關稅風暴加歐洲圍剿加技術革命，三重挑戰疊加。但唔好忘記馬斯克可係鋼鐵俠級別嘅賭徒，賭嘅係自動駕駛出租車網絡喺2025年全面落地，賭嘅係拆箱式工廠可以顛覆成個製造業。如果呢啲賭局成真，特斯拉市值突破2萬億都唔係夢。但如果有任何差錯，特斯拉到底會成為下一個蘋果，定係會淪為汽車界嘅諾基亞？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